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單身嘅你嚟緊嘅感情狀態會係點呢？聖杯六嘅塔羅牌話你過去曾經一齊，曾經暗戀，或者好似有好感嘅對象會重新翻到去你嘅生命當中去同你相遇，有可能係要求復合，或者可能過去傷害過你都好啦，佢帶住一種抱歉或者內疚嘅心情，想希望同你重新開始㗎。不過就要睇你肯唔肯去原諒佢，同埋肯唔肯去原諒呢個自己。幸福卡嘅慈悲話，嘗試抱住慈悲嘅心去接納嗰個曾經令到你感到唔舒服嘅自己，然後去俾自己得到真正嘅成長啊！或者過去某啲嘅關係啦，傷害到你，令到你都唔再信任愛情，即使係曾經好中意嘅人都好啦，佢今次再翻到嚟身邊呢，其實係考驗緊你到底有冇學識原諒嘅呢個課題。如果你可以帶住慈悲嘅心，重新去接納一個所謂失敗嘅自己啦，或者所謂做錯事嘅對方啦，咁或者你就會可以更加把握到下次戀愛嘅機會噶啦。咁所以好好地考慮下，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